限度的。你要是还有人性，就不应该碰我妈妈。妈妈，她有什么资格做我妈妈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苏妍希，你把我出现在神龙集团周年会上的资料、照片，还有我的手链还给我，我自然会放了她。不然你一辈子都别想见到你妈妈。贺锦熙，喂！妍希，你一开始跟我说的，你姐姐毁容让你替嫁这事儿，我以为你是糊弄我，或者是你电视剧看多了瞎编的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怎么办？我们报警吧！啊，他劫持了你妈妈，这是绑架！我不能报警，你不了解贺锦熙。如果我报警的话，妈妈性命真的会有危险的，而且顾西城也会发现我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他。怎么办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你先回家吧。妍希。安，进来一下。顾总，有没有人进过我的办公室？没有啊，真的？真的。那我的文件还有抽屉是谁动的？可能是保洁阿姨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碰着的吧。动我抽屉里的文件是保洁阿姨的工作范畴吗？顾总，我不知道。还在撒谎！顾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在您不在的时候翻您的资料。但是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把您的资料威胁给任何人。顾总，你要相信我呀。哼，承认的倒挺快的。你应该知道，作为一个商业间谍，最后的下场是什么。顾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看在我跟了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